咁另外咧，其實我覺得領導一定要有保持自己嘅原則啦，或者一啲定有固定嘅規矩啦。過程中你遇到啲咩問題咧，你即時同佢講，佢亦都會俾一啲相應嘅資源去你協助。李雲咧就以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嘅形容咧上司同下屬嘅關係㗎。嗱，下屬咧既可以帶嚟助力，亦都可以帶嚟阻力㗎喎嚇。咁其實啦，管理下屬啦係好花心思㗎，少啲智慧都唔得㗎喎。嗱，作為澳門嘅打工仔啦，咁大家又比較中意邊一種嘅領導風格咧嚇？咁不如我哋一齊聽聽今集職場先知請嚟嘅兩位嘉賓，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睇法啦。喺職場成為上司未必好難，但要做個好上司就絕對係一門藝術。作為澳門打工仔，大家又比較中意邊種領導風格呢？今集我哋邀請咗兩位嘉賓，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周神重先生同科技公司項目總監黎志倫先生，同大家傾下領導風格大解碼呢個話題，一齊睇下。咁我覺得咧，澳門常見嘅領導風格咧，可能就係一係咧就咩都理得好細緻嘅，一係咧就咩都唔理，俾員工盡情發揮嘅。我覺得主要都係呢兩種嘅風格啦，係啊。咁第一樣咧就係算係指令型啦。咁咩叫指令型咧？就係屬於上司叫你去做咩你就做咩，做 A 做 A， 做 B 就做 B， 你冇太多自主創新工作去加上去嘅，咁會比較枯燥啲嘅。咁第二種咧，我就會覺得係賦能型啦。咁咩叫賦能型咧？就係個上司咧會俾方向你，去俾權限你去做，更加多嘅係俾你發揮出你自己嘅所長。咁佢淨係睇結果嘅啫。過程中你遇到啲咩問題咧，你即時同佢講，佢亦都會俾一啲相應嘅資源去你協助。咁會大致分呢兩種。領導需要有自己特定嘅風格，唔可以因為某啲情況咧，或者某啲員工啦，去更改自己嘅特有嘅風格啦。因為我覺得之所以可以做到領導咧，一定佢有佢嘅個人魅力啦，同埋個人嘅能力嘅。咁另外咧，其實我覺得領導一定要有保持自己嘅原則啦，或者一啲定有固定嘅規矩啦。咁我覺得喺呢啲嘅層面嘅建立之下咧，我覺得唔可以因為譬如要令到啲員工更加開心啊，或者討好員工啊，而降低某啲嘅標準咯。而我會覺得咧係要每時每刻都要去轉變嘅。譬如我以項目管理為例啦，咁譬如一啲項目係講緊係好短時間你要完成嘅話，咁呢個情況下咧，你就唔能夠太放任空間俾下面下屬放棄，更加多係你要明確管理好我今日要做啲咩，今個星期內我要完成到啲乜嘢，要俾一個明確嘅指令俾下面嘅員工去幫你去完成呢個項目咯。我覺得首先唔可以用責備啦，咁因為其實團隊嘅失敗咧，其實領導者都要負翻好大嘅責任嘅。咁首先我覺得每個領導者都要自我反省先啦，喺呢個整個工作嘅過程當中，或者項目嘅進展過程當中，究竟個問題出咗喺邊度？咁其次咧都要同員工一齊去討論翻啦，或者終極嘅問題究竟發生喺邊度，或者係我哋嘅前期安排不足啦，或者中期大家嘅溝通不足啦，或者後期大家嘅支援不足。其實每一個環節我哋都需要去了解翻，避免下一次再有呢啲項目啦或者工作進行嘅時候咧再次失敗嘅。我覺得係大家一齊坐埋，一定一齊去坦誠咁討論翻，無論係你個人嘅情緒方面啦，或者工作嘅支援方面啦，同埋其他方面，我覺得都可以對於一個好嘅領導嚟講，一定要令到員工可以真真實在講翻各方面嘅事情出嚟，我覺得先可以解決到咯。而我嘅做法咧就會無論嗰件事做得成功或者失敗都好啦，都會開翻個復盤會議啦，咁係復盤翻成件事項目嘅經過啦，做得唔好嘅部分啦，首先就唔會話淨係責備某一位員工啦，我覺得做錯事咧係成 team 人嘅責任嚟嘅，包括上司本人都係責任嚟嘅。咁更加多係講翻我哋
做得唔好嘅部分啦，咁將來係呢部分去點樣去更改好啊，或者做得好更加好嘅方式啦。咁再嚟就係要肯定大家嘅付出咯。雖然係失敗咗，但係大家付出嘅努力同埋工作，其實呢樣嘢係大家走唔甩嘅，大家都有付出嘅。咁我覺得作為上司，你要去鼓勵去下屬，等佢下一次會做得更加好。喺現今職場，優秀嘅領導風格無絕對標準，因時制宜調整管理風格，可以更加有效咁面對唔同挑戰。希望今集嘅內容可以啟發到大家。多謝兩位嘉賓今日嘅分享，我哋下期職場先知再見，拜拜。